我諗我係全香港唯一一個做空間規劃嘅全屋定製源頭工廠嘅廠家，同傳統嘅全屋定製有咩唔同呢？按就係我哋以人體工程學個角度去解釋我哋每一個人嘅身高同唔同嘅情況，去設計去規劃一個適合你屋企嘅全屋定製。我哋所有嘅櫃唔係按標準嚟做嘅，因為我哋每一個客戶每一個人都係獨立嘅個體，冇可能係可以做到標準化。比如我哋呢位業主，佢平時係着開高踭鞋，咁高踭鞋個高度佢都有6寸同3寸或者10寸，咁佢尺寸唔同，佢個高度，佢個設計個空間，佢個擺位都唔一樣，所以我哋係冇可能係統一標準化，所以我哋係唔會浪費每一寸個空間，係會根據你個情況同你設計同你規劃一個屬於適合你屋企嘅全屋定製。如果你屋企好似佢咁樣多人住，或者又好似佢咁樣，你可以嚟搵我。我係玲姐，我哋喺屯門有自己個門店，喺內地大陸有自己個源頭工廠。我哋係冇中間商嘅幾層加價，無論你係住咗30年嘅舊樓，或者係公屋，或者係唐樓，或者係舊屋改造，通通都可以過嚟搵我。只要你係3戶以上，我哋都可以同你做團購價。無論你係睡房，或者係廚房，或者係客廳，通通都可以做到688一坪。嗱嗱聲過嚟搵我。